生日快樂，祝你明年減肥。有你成功係。你恭喜減肥。有咩？恭喜阿夫新年快樂！Happy birthday 同唔係財源廣人來。唔係財源。阿夫生日快樂，最緊要就身體健康啦。哇！呢女啊，其實都搞到過年。我都係咁話，身體健康好。係咯，身體健康啊！哎呀！阿夫有咩感受？首先我要多謝我爹哋媽咪帶我嚟呢個世界，俾我活咗廿有一個人我要特別多謝嘅就係 Rina 叫我減肥，然之後你叫佢整容，就係佢要整容。其實好難得有呢個朋友，因為佢由大陸游水落嚟，放手所有。然之後我都要多謝其他嘅朋友，例如阿 Young 啦，有冇記得啦，有阿林啦、夫啦、Yumi 啦、Ivy 啦、Wilson 啦、Richard 啦同埋 Han 啦，我哋